2025年香港花展又嚟啦，地點呢就係維園，時間就係3月14至到23日。喺銅鑼灣站 E 出口上地面左轉直行，過條小馬路就會見到公園嘅入口。售票處呢，你一眼就見到，仲貼住大大嗰個八達通，咁你就入去排隊，因為所有嘅入場券呢都係喺嗰度買。如果需要去洗手間，可以去售票處繼續向前行。嗰邊除咗有洗手間，仲有一個售票處嘅入口。咁依照你哋係邊類型嘅入場券，響嗰個閘口進入去就得啦。個打卡點當然離唔開就係有鬱金香、一片彩色嘅花海，仲有用花朵堆砌而成嘅大型動物。個人感覺呢，今次嘅花展花類呢就唔係好多，好多花呢都好細，而且相同。咁去到另一邊出口呢，佢就有啲小盆栽同埋一啲海味啊、涼果咁出售嘅。好，等我帶大家去睇睇2025年嘅花展。